係，多謝主席。咁我而家首先係整體回應下成個施政報告啦。咁當然出邊嗰啲團體都已經叫我哋係一定要否決呢個嘅致謝動議。咁啊，然後咧就另一個團體咧就係喺出邊咧就掟咗啲雞蛋，俾零雞蛋呢個施政報告。咁所以而家我呢個兩樣夾埋咧就有啲蛋汁喺度嘅，因為根本成個施政報告係零雞蛋，我哋冇可能係唔反對呢個咁嘅致謝動議嘅。咁大家都知道咧，成個嘅施政報告本身咧，其實我哋工黨嘅立場就係話裏邊係穩中行騙咧，就因為裏邊好多政綱承諾係冇做到。咁我哋提出4大嘅遺憾標準工時、全民退保、公屋嘅興建量，同埋喺普選、人口政策、法治各方面嘅4大遺憾，亦都有4大修訂。咁我等陣我哋喺下邊啲環節呢，我會講翻多啲關於我頭先所講我哋工黨嗰4大遺憾嘅。咁但係大家睇翻成個施政報告呢，出咗之後呢，梁振英嘅民望淨值係-14%，然後反對佢做特首有48%，支持佢呢只得34%。如果根據呢個民意調查呢，根本就應該下台。亦都係我哋一路都係個立場咧，覺得梁振英咧誠信有問題之外，民生亦都零蛋咧，亦都係應該根本即刻下台嘅。不過我想而家講翻呢個環節係講經濟嗰方面咧，咁其中成個經濟嘅思維咧，其實大家會睇到係即係幾方面嘅。第一，仍然係傾斜於金融發展。其實而家香港嘅社會根本應該糾正翻，就係如果我哋淨係炒地產、炒金融嘅產品，本身係根本令到成個香港經濟呢，淨係帶向個炒賣，冇排擠咗其他嘅產業。所以而家你話發展其他嘅產業呢，根本如果我哋淨係去到繼續去谷地產、谷金融呢，根本其他產業冇可能發展到。大家都知道而家啲租金貴到全世界，銅鑼灣係全世界最貴租嘅地方，搞到咁樣嘅話呢，其實其他產業點做呢？根本你做唔到。你話創意產業，你租唔租到地方去做啊？好多創意嘅嘢一開始嗰陣時，其實都要捱，但捱得嚟你都要俾到個租金㗎。最弊而家俾唔到啊！咁你點發展其他嘅創意嘅產業？或者我哋當然係好支持工業回流。點樣去做工業回流呢？如果個租金係咁貴，然後呢政府最叻呢就係話活化呢，就一話活化就搞到啲租金鬼咁貴，活化工廈租金即刻加，咁啊點呢？咁所以成個嘅傾斜於金融呢，我哋係覺得係反對，同埋呢係會排低咗其他行業。第二樣嘢呢，就當然最大爭議呢，就無端端整個金融發展局，根本個名呢就已經奇怪。呢個世界淨係得問責官員有個局名，或者係一啲法定機構有個局名，咩旅發局貿易發展局嗰啲都係局。但係嗰啲全部係法定機構，點解你金融叫做金融發展局呢？原來今日報紙呢就報咗啦。點解呢？因為你請咗呢係內地嘅紅人包括呢係朱鎔基嘅仔，所以呢啲內地紅人呢就係要威你喺香港做乜啊？金融發展局嘅委員啊，咁啊威啲如果你話叫佢金融發展諮詢委員會呢，就唔夠威啊！而家嘅傳聞呢，全部都係話根本政府本身係為咗安置嗰班中共嘅紅人呢，所以就要叫做金融發展局，咁啊變成呢個不如叫認或者刑事認屁局唔好叫做金融發展局。同埋金融而家發展有咩問題要搞到要有局呢？你又搞多啲產品出嚟呢，又係搞多啲炒賣，咁所以呢，呢方面個繼續嘅傾斜呢，我哋係完全反對。第二個講法，我哋覺得係好即係貶低香港嘅，就係乜嘢嘢都話配合祖國好似全部由頭到尾都係擦中國鞋，話中國發展又整到香港又好有機遇。咁但係唔好忘記一樣嘢，香港最緊要係發展自己嘅競爭力、自己嘅優勢。如果我哋冇優勢嘅話，中國嘅經濟發展同我哋有咩關係啊？佢哋競爭咗，佢哋超越我哋添。所以我哋覺得香港成個嘅發展嘅路向本身呢，喺呢個特首個擦鞋特首下邊呢，經濟上都係跪低。咁變咗我哋嘅發展優勢呢，就好成好大嘅問題。咁所以頭先講好多其他委員會講、議員會講咩科技創新、工業回流全部呢啲
呢個係我哋自己應該發展嘅，你唔去發展，淨係識得跪低。另一方面咧，我哋覺得咧，成個嘅思維咧係梁振英開始嗰時成日都話自己穩中求變。咁我成日都問佢變乜咧？其實冇嘢變，原來最後真係又係出翻個招大興土木，定係一招嘅啫嚇。咁但係真正佢有冇變咧？冇嘅。最後嗰頁佢個經濟嘅發展嘅思維咧，又係一個滴漏理論。我哋工黨最反對而家成日都講嗰啲滴漏理論就點咧？就係呢度講嘅第199點嗰度講咧，係改善民生必須靠經濟發展，促進經濟發展就是為咗改善民生，多餘嘅。根本如果經濟就算發展咗，如果你唔搞好個分配，第一分配即係勞資方面嘅分配，而家最低工資又咁加得個2蚊，勞資方面嘅分配有限，又冇集體談判權，呢方面嘅分配冇，政府自己第二分配又冇嘅話咧，根本講唔上話改善民生。即係我希望咧，即係特首去睇下呢本Joseph Stiglitz 嘅《The Price of Inequality》。成個香港社會而家就係一個非常之不平等嘅社會，亦都不平等係亦都會令到個社會經濟發展亦都係會受到局限。同埋咧，所有講經濟發展咧，都係講緊就業嘅所以大家睇下外國 job， 全部都講緊就業機會。但係香港咧就倒翻轉，淨係追求經濟發展，唔理我哋嘅就業，仲話要有需要時候咧輸入外勞。而家我哋香港工人啱啱開始個人工開始有得改善我哋已經捱咗10幾年嘅人工大幅嘅下落，一次金融風暴減我30%人工。然後跟住矮欄咁，慢慢咧先至係上翻少少。然後而家開始啱啱話勞工短缺，令到我哋人工有所調整，又再加埋最低工資效應咧，生活啱啱可以改善，你就搞輸入外勞，你壓抑嗰個工資嘅增長。咁我哋講咩啫？香港全部都係講經濟嘅增長，唔去講真係就業，唔去講人民嘅生活。咁我哋唔要呢啲咁嘅經濟嘅發展嘅模式，我哋要嘅經濟發展模式係一個可以有一個市民可以分享繁榮成果嘅發展模式。咁所以我哋對呢個成個經濟嘅思維咧，係梁振英我哋覺得亦都係0分嘅。多謝主席。